係時候嚟一場真正嘅深度文化巡禮，同我哋穿越山西、河南、陝西3個省份，9日時間踏足中原文明嘅核心。第一站陝西，直飛西安，入住西安京開洲際酒店，時尚舒適嘅空間為旅程充滿電。跟住我哋會登上氣勢磅礴嘅西安古城牆，漫步歷史之巔，瞻仰華夏始祖之地黃帝陵，再去睇雷霆萬鈞嘅黃河壺口瀑布，感受大自然嘅怒吼。今晚就入住壺口官僕房酒店，推開窗，震撼瀑布景致就喺眼前。第二站山西，過咗黃河，我哋嚟到山西，2晚連住大同嘅下山酒店。呢度係一座將北方民居之美完美演繹嘅奢華居所。喺呢度感受山西嘅新舊交織，古韻新生。山西處處係古蹟，我哋會探訪驚險奇絕嘅懸空寺、古樸輝煌嘅華嚴寺，同埋震撼人心嘅中國4大石窟之一雲岡石窟。仲有包羅萬象嘅山西博物館，將三晉文化盡收心底。之後2晚連住太原 JW 萬豪酒店，喺奢華中回味山西之旅。最後一站河南，連住2晚鄭州鄭東洲際酒店，新開業酒店位置便利，盡享現代繁華。重點遊覽開封清明上河園，置身宋代盛景，睇民族表演，更趕上1年1度璀璨奪目嘅菊花展、萬菊爭艷，一定要去借由河南戲劇幻城，沉浸於中原千年故事嘅震撼演出中。旅程點少得美食，我哋品嘗咗西安嘅曉長安將陝菜以東方美學重新演繹。太原嘅山西飯店喺百年老店裏食正宗晉味，鄭州嘅魯班章體驗廚藝傳承嘅中原粵菜家宴，匠心十足。趣味假期2026年 CEO 系列山西、河南、陝西中原文化之旅，國泰航空往返2026年10月11號出發，快啲報名，同我哋一齊翻開中華文明最精彩嘅篇章啦！